石岐公義灣，走啦，衛生仲喺度影。我哋今日睇140幾方嗰個，嗱呢個就係140幾方嘅，可以做到180方左右，做到5房。舊年年底嗰時咧，1個半月啦，呢度咧係賣得最多噶啦，呢個盤，呢度可以做一個房間嘅，南北對流。呢個位置咧，佢過到去新武咧1公里，中心北站幾百米。佢呢度咧複式噶，下邊可以做到4房，呢度有個工位啦。呢入邊咧係兩間房，兩間細路哥房同埋一個主人套間，帶廁所嘅，唔使考慮細路哥讀小學嘅問題咧。呢個位置係 OK 嘅，小學教育配套咧稍微差少少啦。中學嗰啲又好好喎，呢度喎，你過到石岐大宋都好近，公邊嗰度環境又好。平時咧，你哋咧晚黑食完飯咧，行過嚟大概4-5分鐘，可以散下步啊。嗰邊仲有球場、籃球場，打下波啊嗰啲都 OK 噶。